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阿 Cat 嘅筍盤專家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嚟到睇啟德跑道區最新嘅現樓住宅項目啟德海灣單位。除咗望到海之外呢，最緊要係發展商推出咗34%折扣吸引買家。呢個項目係由嘉華、會德豐同埋中國海外一齊發展嘅。咁戶型涵蓋1房至3房，兩期合共2138伙啦。設有3大泳池啦，包括50米嘅戶外泳池啦，同埋室內泳池嘅。24小時嘅健身室，採用奧林匹克健身品牌，一個多功能嘅運動館啦。嘉華管理呢榮獲多個大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參觀一下啲單位先。我哋先同大家參觀一個3房套廁嘅單位，586尺，開放式廚房，長型嘅客飯廳，3合1露台。主人套房位置，浴室、客廁、第一間睡房、3間房呢都係望海景嘅。第二間睡房。然後嚟到一個2房半嘅單位，開放式廚房啦，採用咗 Miele 爐具，3合1嘅露台啦。細房位置用咗雙開門嘅。低調奢華嘅浴室，主人房位置都係坐擁海景。2房單位啦，開放式廚房，牆身嘅客飯廳，露台望返去景觀呢，就會對比啱啱嗰啲呢冇咁靚嘅。細房位置。咁呢個2房單位呢，就樓景為主，咁亦都望到少少罅海嘅。1房單位88尺，標配 Miele 嘅爐具啦。單位可以做到擺完雙人床之後，都可以做到擺衣櫃。浴室位置非常寬闊啦，都係低調奢華嘅金色配搭。咁雪櫃呢，就會喺門後邊嘅，都係大雪櫃嚟嘅。客飯廳位置都係長型啦，而1房單位呢，都係望海景嘅。呢個係771尺嘅3房套單位，再加工人套房單位啦。標配嘅長型客飯廳，廚房位置大星盤，3個爐頭，工人房。呢
度嘅間隔呢，真係非常之正啦，兩間細房就相約嘅大細，咁主人房呢，就會連一個套間啦。咁呢個啟德海灣呢，係參觀現樓嘅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啦，同埋了解返依家最新嘅價單啦，究竟折扣率係幾多？多謝收睇。